来看看侬中浪吃点啥？洋鸡腿丸，也是搿个唻，居然还吃的？阿爸，埃个是太监便宜个荤菜菜，来头子两娘没工作，总归比一日他要吃15海哇。退休工资3天吃，心愿如何立法做哪办？再拉落点年肉粉，出发！少南花卉中心3楼，10年兔子肉，开张一个月嘛，每一天送2两肉，洋蛮发海，白发海，差楼。小大姐，今天我们开业搞活动，满50减10块，还能抽奖，特等奖，免费吃1年的猪肉，每个月5斤。毛水风毛菜，特等奖只有一个，我大机会让拨更高视野的人。来，小大姐，你今天又来领肉了？也是2两肉可以吃的，我是冲着1年的兔子肉来的，别个地方我回不去了。小大姐，你明天还来吗？看情况。小大姐，你真的又来了1年不过3，随便拿一吹满1斤。再见。海沙转去山红山肉，带拨孙子吃。俺不最欢喜。作为长辈，当然是因为对先辈贪心贪肺的辰光，不应该狠狠就想想，你到底能够为里头做点啥？